谢谢，感谢教练，谢谢哦，今天辛苦了。日常好。台南市长黄伟綽前往甲台校棒子球场，亲自送着金奖予中华队，因为因头一战就赢日本队。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二垒方向的反弹，接球，这个球回来得分了。好，中华队在首场比赛最后是3-2，1分的险胜。29岁 U12 校棒比赛，中华队头一战就迎战日本队，也佮演出精彩延长赛。其中先发二垒手单场3打数就打出2支安打，投手的表现也足关键，结果以3分比2分踢下比赛。这球打回给了投手林平，又挡下来，稳稳的传往一垒，完成了最后一个出局数。恭喜中华队，最后就是以5-3。在经过2个半小时以上的比赛暂停之后，还是收下了这场台墨之战的胜利。30号下晡的赛程，中华队对着墨西哥。中华队虽然伫第2局失分，也搁伫第6局摕下2分。比赛当中拄着落雨停赛大约3点钟，也毋过最后中华队以5分比3分赢墨西哥，连续摕下胜利，希望会当抓到这款趋势，进入8月6号的总决赛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